好，来继续来看，这是卫福部中医药研究所来公布到清冠1号甲清冠2号的临床的疗效。讲到目前为止，有超过100万的患者服用清冠1号来降低重症。已经住院的重症的新冠的患者服用清冠2号了后，唔但来降低到74%的死亡率，阁会当有效来对抗 BA.4 甲 BA.5。中秋连假要到啊，真侪民众烦恼疫情会阁压起来。不过有好消息，卫福部中医药研究所今仔日公布台湾清冠1号、清冠2号的临床疗效。研究显示，会当有效降低重症和死亡率。阻断病毒的入侵，阻断病毒的入侵应该在这个位置。那第二个作用是抑制病毒的复制。那第三个就是即便这个病毒入侵之后，可以阻断这个细胞激素风暴的产生。研究找302个无需要使用上述治疗的轻重症患者，其中151个人看西医，伫咧观察期有14个人转重症，另外151个人使用清冠1号了后，就无人变重症啊。清冠2号嘛同款有这个疗效，针对240来需要上述的重症患者，123个人看西医，结果有27个人死亡，另外123个人使用清冠2号治疗了后，共有7个人死亡，死亡率明显降低74%。看到在清冠2号治疗这一组，不管是在发炎白血球的浸润，或是凝血因子的表现，或是肺泡细胞的这个死亡，都大大的被保护跟逆转下来。这就是清冠2号它有润肺、保护肺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。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郭富用嘛呼吁，清冠1号、2号敢通过 EUA， 应该较早通过正式药证，成为正式的处方。嘛希望工会清冠1号会当延到疫情指挥中心结束，让台湾人会当透过清冠药啊来治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